今明中國宣由8月3日起，正式下調現貨黃金與現貨白銀嘅標準點差。點差即係買入價同買出價之間嘅價差，係投資者入場時首先產生嘅剛性交易成本。以一手100安士嘅倫敦金為例，行業平均點差區間為0.3到0.6美元每安士，折算每手成本大約30到60美元。今次今明中國下調點差之後，交易成本明顯降低，對於頻繁交易或者中長線交易者嚟講，長期累積落嚟嘅成本優勢會慢慢顯現。與此同時，今明中國8月同步推出暑期黃金熱一下新機遇，新客活動0元開戶，符合條件嘅新客最高可以申領29,800美元贈金，贈金有效期延至9月30日，俾足空間俾大家實戰操作，規則透明，冇任何隱性限制，不論頻繁交易抑或中長線交易者，將時間拉長嚟睇呢個差距，慳返落嚟嘅成本相當可觀。8月本身就係黃金季節性行情嘅關鍵時段，成本壓縮再加上市場流動性改善，今明中國今次調整，相當於為交易者提供一個更有利嘅入場條件。